哪个朋友看到落水是摸一类的？摸意思哈。他姓什么？姓什么？我都买咩？爱谁你讲，这样子传给我来洗锅子，哪里？后面。你要去后面的池塘洗哦。我想，我很想哎，这是中央调整池，真的不要搞笑哎。吵架了。两位美女送我们方哥一个啾咪，不是，对，出事了，你出事了！这个零用钱部分哦，应该会被扣很多。你师傅居然有人吃你的料理吃到哭出来，我要哭了。后面还有一盒和牛都给你带回去。对，还有。我前面又卡一个人了。那我们要哭一下。哎喂，两点都会掉嘞。哎，你们现在毛起来对他好啊？当然了，因为他们现在有2斤的和牛。两种两穷下，他哪会他们难听。哎，全部都是咱退去货呀。还要变成生物钟了。我们刚刚那边说希望拿4分，记得拿5分呐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我白跳。今日呢，最比賽呀嘅種種挑戰詞，順風嘅呀嘅7種不得叫。呀，兩片出了，附中領養自我，看個風景啊哦。真的。就禮拜7學的時間應該會發狗跳。我跟你講，今天我們就這樣子主持。好，安跟手嘞。不好吧？你的背影。有變瘦一點點啦。好啦，我重點係乜嘅呢？兩片唔單止係領養風景好，發同係動作。譬如講啊，呢個苗風活動用心哦，要舉辦咧兒童節的活動啊，叫財即係發通啊，韓國佢哋喊推崇乜嘅療癒西式。假日的時候，兩片還有很多貨櫃倉，所以買雪的東西啊，聊，非常好搞。此行茶還有冇看到個吊橋啊？就目前全國最大最長嘅懸索式吊橋。真激動最大哦！冇咁長。真激動需要去了誒。不過今日行要比賽啦，你要好好做好主持你一個角色。冇咁長。今天要是挑戰者十分厲害，先來分享到給我們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給下有馮師傅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阿峰哥好，大家來分享到係林群傑師傅。觀眾朋友大家好，你好。好，馬上來分享到風吹嘅潛水者，第一吹呢當貼片咯，阿嫂，老家嘅露台新球場來比賽哦，蒸發劑田自己分享，大家好。梁上嘅衫褲永遠搭配呢。真的，而且看到他衫褲感覺就會馬上創意係平板。係啊，讓你懂哦，今日梁上今日帶來粉絲哦。比我們都還多。好，等一下再看。好了，那看一下攬出嚟一片哦，呢套係蔡天英，呢次台海嘅阿 Jim 落7-5強下來，爭貴天蔡淑妍，歡迎。哎呀，完了。哎喏4大美女大對決，這個是大溪之二花呢，你有冇有按這樣哦？真嘅呢，又會膝蓋什麼變起了，2位男性的主廚哈，要小心啦哈。享福啦，對啦，享夠了，好不好？哦，現在我們看到風吹哦，風吹另外姐姐係來自龍潭超嘛。聽說今天啦啦隊呢實力相當啊，他們喉糖已經吃好。紅隊的啦啦隊都在打邊，尖叫聲，揮手。也得來自龍潭嘛哈。有冇個推薦菜啲好高好食好料嘅冇？我哋龍潭哦，有太鼻頭，就像我哋後背嘅有福岡3色，5月節嘅時節哈，做得法龍船哦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們做得朝旁邊好搞。龍潭大池啦，對，龍潭大池。哦，幾特別哦，真勁。但係喺講係龍潭嘅市中心了。其實都因為我妹誰去這帶龍潭，他說龍潭大池就是所有龍潭面彩庭院共同回憶，好高好雪都是在那個邊邊，都是在那裡，對，最熱鬧的地方。真嘅，沒有，我們就乾脆來去那邊露營啊，露營啊。哇，都低了一個。而且就跟大家講，沒有人講爬龍船啊，蒼龍船，蒼龍船哈。好，那擺你來離坤啊。好，我攬出嚟一片做小街係台海葉棉人工濕地。哦，所以佢係煙走出來嘅。走出來嘅。那濕地凍豆啊，嘅水鐵片要買。水鐵片地板有種凍豆，咱係貴派嘅落羽霜吼，吸煙嘅果，其實係變黃色嘅，天干煙就做得。係哈，所以該片哦，糖起來啦。雖然係人工煙做出來，不過該片係自然每件嘛，係凍非常嘅香煙啊。
冇天嘅季節，就都要特別看落雨上冇天嘅什麼啊？一年四季都对，可以跟着季節來變換它的色彩。好，兩組呢都推薦你哦，都菜天呢好料嘅素菜，啱過報色料內情，就都一家之主，了解投影片恐下來情咧。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做下丟起來，兩嘴要用粗排嘅方式，結添菜色嘅調味老食材，撒定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自天嘅料理。真來兩嘴會丟出物嘅想唔到嘅好味先呢，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暫時就開始咧。多條特別呢有3種生物每個代表哦，表現出參賽者嘅實力咯。紅色、橙色、老黃色，拼出一出好料理。都冇強用啦，黃色係主食菜，橙色係配菜，紅色係口味。等下會剪豆沙條布結天來做線來線。好，風吹派出馬莎來猜拳。好，大彩圈，馬上來，念哈。鬼聽阿姐，來，等一下，剪刀石頭布哦。好，布的時候長出天哦。好，剪豆石頭布，剪豆石頭布。先把不好的抽走。剛剛講4選1，機會下台。好，我們4選1，靠近自己的。來，熊亞姐。好，來博謙搶魁牌。嘿，哇，哦林舒淇耶，超愛，韓可以素。蓋走得咯。好，桂婷記搶魁牌。啊，超愛，超愛，說超愛，超愛，超愛。好，熊業記。富瓜，龍博，這兩個可以了，這個先丟掉好不好？山苦瓜切少一點，拜託。我隆重跟大家介紹，是我的最整愛。髮劑已經做潘總，2、3瑪莎對不對？沒有20-30年了，我們是40-50哦，我們那是玩票性質的哎，啦。他玩票玩了4-50年呢。好，好，來來，好，斗大風水今日要做料理係馬改的現場天志傑，請過來。銀哦，可絲卷，以，林師姐，這個是好朋友呢。哎，錯錯錯，哦，看一下綠色是什麼？可以，政治的最愛。蓋菜。天貝，好，天貝不，天貝重點 ，Q 妹黑我跟你馬改，說，這個只要不要給我是梅汁就好了。拜託美芝，拜託，拜託。哎，要上那邊，那邊。你3，蜜椒，用，走對好像咯。可以哦。姐，可以，可以耶。我們剛剛是有先去拜八公，對不對？一定要懂領天呢。剛剛講，雖然伊去到洞口，啊，這個還沒透睇到老人講，散福瓜係你最好嘅。我喜對不對好喜歡過。含有，等一下我有初試騰上來，60秒走在時鐘。哦，真的耶哎。好哦，咁就賣用風險嘅啦哈。來，我來試問看啊，風吹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啦！藍水雖然失去兩殺，但是我們給他聽到2000萬人的聲音，好不好？不可能呢，來來全台灣啊。來，感受一下，藍水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加油！好，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咧，現場馬上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比賽咯。你剛剛出到的係蜜中做調味料，不過我想要先來好好認識我們的天志傑。你個故鄉是在這個重慶，對不對？哎，嫁過來台灣多久？快20年了，喜歡台灣嗎？喜歡啊，客家男人 OK 嗎？可以啊，客家男人很溫柔啊。哇，這是重點。踢敗糖豆，踢敗糖豆。對，那你嫁對了。哎，嫁對了，真的是。哎，不過你都有台北就處理過天貝嗎？凍勺，那你知道佢係馬嘅東西嗎？偷行啊搶門嘅師傅講嘅係黃挑，然後發酵過後就會做掉個天貝。天貝，黃挑誒，黃挑嘅要凍貴哦，叫真的哦，叫黃豆到大豆，誒，你看到凍鬼的東西有黑豆一定要給它摸個2把起來。要凍貴已經凍貴啊這，麼厚可以嗎？做得摸，安盤做得哦，麼？安泡啊！誒，媽做的切卡它普它一些，厚一點點那。1公分 OK 吧？1公分。嘿嘿嘿，我比較想問哦，因為等下2種主食材哦，天貝到那個銀絲卷，你們要怎麼樣去組合？做米索湯配銀絲卷，多邊兩路菜去嘅哈。所以你的沒有做蜜漿桶，也要做這個，對不對？蜜漿也會留着他們吧？像莫不是都該味噌魚嘛？嘿，
系啊，牛食狗我味噌鱼，哋就嘅米走的啊我哋冰落去，走的安尼。系走的哈。哦，我要不然就没有味噌了。我觉得你这可以对半切，而且这个太大瓣了。你要做咧煎的嘛哈，做咧煎做咧马上过来煎。那要加掉油咯。牛毛煮菜就唔記得去咧，我唔記得啦。冻牛毛煮出来。結婚到了下，就唔哎，那还紧紧后面呢。嘎牛都在煮，还是天志姐在煮？啊，轉咗煮，轉埋家煮，天字嚟嘅煮。那我认真的请天志姐站到这边来，天志姐煮好了啦，对不对？天志姐，通常會煮唔出來嘅。天志姐，天志姐姐两關就在麻还是烦你了。麻烦你了。有點生煎了好哈，好好好，煎。生煎天貝。等一下，我要不要还是请天志姐来做？没有他只是放而已，他会煎。以為煎，以為蒸，以為那個。你講你不用窮慢的。重庆人是不是性子会比较急？对，你开车都开130嘛，对不对？ 150还160了吧？ 130差不多了。啊，你哦哎，滚都系公交呢。哦，你是彪仔哎！在航白岛构数公路看到就已经甩尾去回哎，对天志，哎，哦，不给见一下了。啊，这个是盐酥鸡店哦，这是切点菜吗？善福挂啦。散福挂，三福挂很少哦。蘸苦瓜真的是太少了吧？去降福唔敢拉很多碰还。但是好在我们刚才去拍的西街，它这个是泡菜，可以蘸。卖主食菜啦。嘿应该新的挂怎么的东西？小黄瓜。嘿，我手豆腐挂，所以我俩来做盘式。好，咱对。宫保这道料理哦，对动到哈嘎妈妈都会讲哦，比较陌生。对，比较陌生。你看某生啦，他赶你。哎，外面那是你的啦啦队，给买你的摸眼吗？哎，又应该是芥末叶，芥末叶。哦，本来喊你将朋友来，落水叫做磨哦是哪个朋友看到落水是摸一类的？咩摸意思？摸意思哈他姓什么？姓什么？我都买咩啊？太谁你讲，赶紧看见。我要洗锅子，哪里？后面。你要去后面的池塘洗哦。我想，危险哎！这是中正调整池，真的不要搞笑哎！也在吵架了，吵架了。两位美女送我们方哥一个啾咪，是不是，出事了，你出事了。那个零用钱的部分哦，应该会被扣很多啊。你们要有厨师天素奶哦，哎咯你，们记得吗？会用吗？会啦，这个甘草的步骤是对的吗？要问题不是说要用牌子那吗？关键的，我们可以问一个关键的这个桥是有多长，419公尺，哎还是我们先过去，因为大家都过去桥，好远太远了。我说先过去，大家都知道他们就要用啦，好哦不好？哦，差不多，需要求救是不是？那个拍表都两片，来，你用啥穷哈公？这几个字叫做处时天素奶，练习一下。处时天素奶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讲哈。预备备1、2、3，处时天素奶。你要选绿色还是黑色呢？黑色的，黑色的师傅，两位帅哥，我不晓得该选哪一个。小鲜肉哈，不要再挑拨离间了。小鲜肉比较嫩呐。其实讲讲的，我们应该讲的哦。很辣。两片米酱哈，可以洗吗？先给你看。妈妈好，甚至说开始才是开始。好的，开始。哎，然后继续可以洗。甚至说你嘅酸條。你又講啦，又講，掉落來。哎你嘅電下嘛，哎，刀子吗？刀子要吗？剪一下，好剪一下。你要剪勾一下等一。下，思句子上音走哦。不用哈了，電下你嘅剪一可以剪。帮我开火，我给你煎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啊，不用负责火，米酱就辣嗎？跟米醬安會長手嗎？不是，你有我切過嗎？哎，很少看到甚至哈严肃到没有办法没有讲话的，因为他没有想到，他明明就是素菜天王，要慢慢先来。因为遇到了这个难这个题。是你厉害的啊，天贝耶。而且你要小心哦，我觉得天志姐，你要是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话，天志姐她会开飙车去找你。对，全部來剪我哈們，三刀，我們三刀。絕對就好來啊！洗3、2、你1，也不用哈了，你也該結婚就好了。好，你要有漸凍用什辦。麼嘢啊？这过又过，要同慢波。一转，啊！怎么了啦？啊！你要走哈，你们3个只要斗在一起，就
种状况。那时候去花东也是长这样。怎么会变这样呢？那个是下面的那个刚才那哦个蜜胶，我来洗锅子，啊，放这放。哪里？后面。啊，去后面的池塘洗哦。我想很想哎，这是中上调整池，那很方便呢。后面那个大下面很方便，是不是？你真的不要搞笑哎！吵架了。有切好吗？有切好吗？有，他已经切了。好了，大家就混在一起哈你要。骗警官摸门跳，那狗一款烂水有 Q 的。很急哈，贵事件。对。等一下通关密语，我来教一下我们那个淑月姐。初四天修爱，初四天修爱。好，你要选70年次以上的还是刚好罗了，你好。那是说我爱你吗？我爱咸你。你听到的是什么？我你看一样，你看一样。你讲你哦，吓一跳我。还是再提醒一下，我们认真工作的。再看一下，好，来看一下，要浮挂，然后它的干辣椒在这里哦。顺条哈。哎，所以快学黑哦。太快死！马上，方哥说开始。不要以为要是你挂昨天切，安用意是别爱心摆盘好酱哦，对不对？体系配席，开始很久了。好通，要跟他一样甜哦，跟跟他一样，桂婷一样甜。跟他一样甜。好通，好闪，好闪，好无助。不要脸红了。碰到不死嘿，差不多已经比基了哈。哎，来干辣椒。那个是葱吗？哎，阿妈哦。韩国该哎，苦瓜。哦。哦，不叫粉。今天的风势蛮大的。不叫粉。啊，你不是不要表不变哦，来。哎，风好大，好。风真的很大。3、2、1。剪刀。哦，耍帅！来，2位美女送我们方哥一个啾咪，一个飞吻。来，预备起！出事了，你出事了！出事提熊爱，出事了！出事提熊爱。怎么呢？那个零用钱的部分哦，应该会被扣很多啦。你要骗警官走的嘞？你这个按过吃过，你这个口味哈。我们要过去那边好，了。来，加油！来，还好吗？为什么关否啊？他插掉的哈再，近一点点，要一直翻哈，一直翻。要一直翻，还有一点擦擦的，不然他现在吸到的都远。阿明猪现在都变成很会煮了。阿明族啊，对哎呀，哎，不是动不就厉害呢，最强嘛。各位，麻椒盖，我已经做料理节目13年了，很地皮了。我再不会煮的话，这要再煎一下，让它有一点擦擦的。好了，这个大家拿过去就后尾哈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倒进去哈，倒数喽，下去了，好，可以吗？好，下去。煎炒麻收葵是多酸10、 9、8、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啊，送出的吃吃看的铁管南部卡米西卡站的喽。另一关的无案简单，而且贴片的你除到风吹的食材啊，之前有冇食看过一个天贝来吃吃看好冇？米中 Q 米的哦。味道不错哎。我知道天贝用米中 Q 米了之后当港米诶。你讲有等人较强嗰種黃條片，有冇較重嘅吧？用米漿嚟講嘅吧，如果有較鹹嘅嗰種米頭，地白色啦，很好吃。天贝處理的又好，他們有把那個豆的那個香氣煎出來。韓國佬米漿哦，按用夾起來哦，非常好食。我吃到嘅梅頭越好食，不過是又下鹹啲啦。嗰天貝意香。我覺得現在的菜材都按用嘅，冇講嘅菜已經選不出來，很香。好，2盒藍水的鴉片，又從5杯買哦。這個是宮保的鹽酥雞。咱米條都一度好誒，又香又辣，不過唔會做個東南用東南一配碗呢。有辣嗎？會不會怕吃辣？你剛才有這樣嗎？還好，這種小辣還可以接受。覺得如何？他們做到真的是做到色香味了。真正的感謝妻室，他真的是帶着愛來做這道菜的，因為
用薄本来是冻小因为做到按到地啦，但是它这样让你又加蒜子啊，又加汤啊，把那个味道带得很清爽，因为咱素嘅本身油啊。这炸过去盐梅头才会黏到面当。嘿吼，你吼让到食材嘅咸菜嘅蛋糕之外，还有梅头这种后天的这种整个加分。所以我觉得如虎添翼，我都在师傅的牛慢评分呢，夹夹的可能。现在抢齐师傅抢分分数，冷水一分。好，你下抢看阿吉师傅抢不分数，强中的冷水2分。甚至谢谢。师傅抢公平。俺摸本甲红队啊，其实跟米种真紧煮的很对味。跟天变美见到冻哦，是正差动有卖，因为跟以后是弄也是这油啊，跟银丝卷。用油嘞，所以你伫个煎银丝卷的时间，你就油冰一滴的时候嘞，难对哦。其实伊甲食材手度冻好了会第一点，尤其是甲咸酥鸡油，整个破过的时间油啊，伊袂做甲讲无冻好是。哦，我阿吉师傅的公平。哦，我们本冷推那片呢，还有几个有做到宫保跟精髓，就会几个宫保就咸炒锅，那炒锅料后呢，它一个辣度啊、香味上会出来。整道料理呢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道菜。凤推那片呢，哦，像其实不过讲啦，就它有一丝丝的比较大宋，就得用一丝丝的有帮你煎过呢，就会咔嚓咔好食咯，感谢。神木师傅嘅公平咯，接下来呢，睇起来有深入嘅，因为呢可以係齐師傅帶來乜嘅好料，我嚟留睇起家分享呢。師傅出台菜，齐師傅出通呢，就有一天有一道當漢人昆到嘅食材啦，叫咩菜名係乜嘅？吐司海陆蔬果塔。哇，你講得太吐司保守，不用介紹，對先從海陸開始介紹。來，吐司你要全麥吐司油啊，你要先焙過、烤過給它脆脆的。你比方說不看摸該烤箱面昨天用焙的時候咧，好來你要下一項焙過啦。，下一項。你係昆布鹽昆布鹽，你係海膽，來，海膽烏尼。哎，單講烏尼哦，本來要看一下北海道送過來嘅。錯飛咱去過來的啦，然後你係和牛 A5，水果電機嘅。你係娃娃菜。這個不用介紹，來下一個。另個哈，我都先來切蘋果好咧。蔬果塔就是等下講嗰句，前幾天咁樣疊上來。嘿，沾一點鹽巴，哦，讓它不要氧氧化，好。薄片。安尼熟好咧，等下讓牛不給先哈。沒有，我係學風牛。好，兩年因為做得先哈，要不用哈咯。哎，你今天可以吃哦。我啊，中啊。它是指蘋果哦。好的，不挨選。嘿吼，娃娃菜切對半吼。对半包。你要講下飯又慢講。英貢菜。没了，咩英貢菜啊？沒有叫人工嘅菜好可怕。所以你要可能燙一下就好咧嚇。我同本機釀下，釀同本樣，油本啊一點油。一啲嘅油。哦，煎和牛。我站在這個位置太享受了。不咯，像你煎緊牛有時它油溫啊過掉，下過掉比下燒落去，處理下熟咧。一下就好。一下熟吼，你係趁你同本樣。大家第一個風牛哦，貴就貴在它的油法哈，所以總得挺熟。我會講，但是我買不起，真的。透過鹽巴水都會導出來含會氧化哈。哦，你要差唔多安樣咧哦，哦，下嚟。哇！哦，個油法攏正。油法，A 會記油法下凍。哇6片要怎麼分？我等下我會切對半。切蝦是做喺邊面係嘛？還有冇電機切蝦？差唔多，我安樣差唔多咧，係嘛？哎，我想知道和牛有人做牛排嗎？有，但是真的不用打爽。哦。對。因為佢按用嘅噴塗哦，按用6地天哦，2000，沒有那麼貴啦。冇6地差唔多1地是100K 啦，對，100多啦，你係薄片哦。我真的祖先會跳起來。所以應該係講牛排，我熱的，那就知道幾千塊了。你要做啲用下點兒咯。誒，你下油係水河油水河油哦，啱我打爽哦，啱啱哦嗬。等下油會用嘛？不會用哦。跟起來我們很囧哎。像你娃娃菜啊，是不用下鹽巴，放去煎，洗那個和牛有哦。害我想吃娃娃菜了，本來冇想學的。
徐师傅，居然有人吃你的料理吃到哭出来，我要哭了。后面还有一盒和牛都给你带回去。对，还有。我前面又卡一个人了。那我们要哭一下。喂，2点都会叫嘞。哎，你们现在毛起来对他好啊。对，因为他们家有2斤的和牛。熟的时候我会收2次。那我换一个你熟的来，来你过去。放去蒸笼看，也充满油哦。挑选个和牛油啊，充满一道了娃娃菜底板。哦，风油係從日本改片來的，雪條的雪叫油法啦，它不能吃太多，就是雪太多會難改。但我不會。冇油的哈，要全部都吸收到个娃娃菜底板时间，哦，了是差不多安样样。哇，油亮。先冰凉哈，冰凉。了吐司係全麦吐司了，又配過。差不多170度的烤箱烤3分钟，是变得安圆圆的。有压下去吗？焦焦的，对半切哦。好。哇！之前有看过那个。好了，娃娃菜、和牛，你看了，因为它在滴那个油，不给吃到地板哈。另果一袋。对。哇塞！一袋很有污泥。好，我来帮忙吧。不用了。不用，会放到你嘴巴里。不行，好的，很有远见。因为海胆哦，我看到你冻起，什么就暗河看见冻难切。生冰啦，生冰嘿，很酱哦。澎湖的海胆就非常好吃。澎湖诶，冻好吃。我有抓过哎。莫公雪才有，加上我看莫风油哈，就是去他家吃啊，五花牛也可以啦。走的啦，走的。伯健你就吃，反正都是要吃油分嘛，就是要它的油脂啦。口感没那么好。那伯健你吃3层肉就好了。那是猪肉，莫穷肉。他们猪肉吗？他们猪肉也可以啊。那海胆就是怎么换？蛋黄油啊，过筛时走的有该感觉的。我跟你说，甚至真的会这样做。哎呀，因为就变素的了。颜色也很像啊。下一次哈。哦，又被你好吃的，还用布丁好嘞。布丁没做对咯。继续走的呢。有这样意思是。天赐姐哈，因为这道菜，她突然客家话都听得懂了。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，你哋等一下马英走的期限吗？我们还打3年哦。要先环湖比赛前3名才有，真的。那惨了，不会。我刚已经是暖身了。去吧。恐怖盐，你点就习惯吗？有，喂，蒜干嘛用憨憨啊，有一点点咸呐。有，海盐没做的，盐巴没做的。那取得了东南奇台，它有一个很自然的鲜甜味，超好吃的。哦，来本台可以海哦。吐司海陆蔬果塔。安永去后再来。其实不真给你挺厉害哎，这个海陆双拼嘛哈，海陆双拼。你看呐，太想颜色的，太差跟我的时候啊，来，就好，西冲讲哎，发魔多讲，加死，你想用快啊！哇，太赞的味道了！除了冻豆层次以外呢，一口咬下去，这个和牛感觉油脂还会再慢慢的一口一口释放出来。然后大家可以昆布盐、老丁狗、真金黑狗，这是什么你知道吗？路上的乌鱼子，好好吃哦！重庆有吃到那么好吃的吗？真的很感动。今天师傅是不计成本的做。徐师傅，居然有人吃你的料理吃到哭出来，我要哭了。后面还有一盒和牛都给你带回去。对，还有。我又卡一个人了。那我们要哭一下。喂，2点都会叫嘞。我要，太感人了吧！徐师傅也要哭了是不是？天赐姐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激动的情绪呢，都得延续下去。接下来1季，只要他有出现，你都来报名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节目呢也有在征员工哦。如果有想天天都吃得到的话，
对，成为一家之主的一份子吧。也可以吃到好吃的料理哦。OK 他。真的答应了啦。第100色都按好色，好色都唔点用满以形容啊不。要用来形容哎。嘿，正经好色。连天志姐第100次都这个其实风味料理她都哭出来，张伯谦没有给我痛哭流涕，我说真的是过不去。我们蓝队的情绪也准备好了，来，那马上会叫嘞啦，总会是个按好吃的东西。我帮你拿眼药水。和牛摸嘞哦，和牛送出去嘞摸嘞。那咩味道色啊？正经当好吃啊。没有。对啊。师傅做的料理才安用，有的感同系表达性感度，有的感同系表现出来。但是我相信大家吃得到的都是七师傅对每一头食材嘅用心。风牛就安用起有点板上熟，然后食解嘅油分是最好食。你看到亚黑人力啊，迄个5年以来第100。有来宾因为师傅做的菜，将好食的感动都叫出来。天志姐，你绝对是一家之主之花了。永远你我记得按好食的料理感动到人心嘛呢。好，爱上的料理就会有按钮里头，不过呢头前蓝队得到2分哦。最不迷，我们是不是能够用我们的爱心做出的料理感动师傅呢？我们一起来加油了哈！马上来进行最不迷馆的挑战。料理大斗士，大家顾客都有算係自家嘅好面試，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鬥士咯！最不迷馆呢，你红队呢要火力全開，而且呢要旗開再得勝。在的部分先秀起來。好來，先問一下那個風吹帶來秘密武器係乜嘅？四川豆瓣醬。看豆瓣醬 ，Hello， 天志姐的家鄉味，對不對？对。好，既然按鈕，等於講天志姐呢代表她的娘家，而且還有她的夫家，用她的強力一杆直柱跟世紀大戰，一定會贏的。哎，不過，我想先了解一下，這會很辣嗎？算是很辣，算是很辣，因为是四川正统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正统的，我就是每年暑假回去自己做的。我们正宗四川豆瓣酱应该还有那个我们讲的叫蚕豆。那它里面有放什么？豆瓣酱就是辣椒了，这里边本来就是蚕豆跟辣椒嘛。好，对。那今天该不会是要吃麻辣锅吧？刚好天气那么冷。有花椒也是我从四川带回来的，这都是我从四川带回来的。太好了，最杯米一馆菜名黑马街。宫保鸡丁，宫保鸡丁，四川口味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们拿出我们最大的信心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风吹开片哦，非常爱四川，南吹的鸦片非常爱客家。客家。今日带来的秘密武器係乜嘅？暗瓜。暗瓜哦。一家做的，佢虽然袂咸，不过佢袂酸，佢会当下饭。刚刚我们一开始旗开得胜，得到2分。最末一关，我们下手轻一点点，得1分就好，好不好？懂得2分左右。我们果然是一组的。好，应不应我做个菜名按到。暗瓜烧知木鱼肚。哇！单场看个菜名是咩东西啊？音学的。最末一关，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！好，这样子最近准备好些，马上来倒算3、2、1，抢开始喽！哦，过去。哇，我们这一关呢，真的说实在，徐师傅刚才的心情如何？是第一次有你生涯料理社都丢出来吗？除了你儿子，应该来的不是叫过，就他唯一。和牛寄1斤过去他家了，代表谢意啊。1斤会不会太少啊？2斤，一件呐，整件过来自己切的哈。好了，一大片呢。这个是不是青花椒？青花椒了。哎，你阿父兄好学发酵，其实我们头发还没有用过，青花椒。青花椒烙，你阿系青花椒啦，它因为总系藤椒。它是本来是摸籽汁，也还可以贴片去籽。你本来是会好小哈，会打开了呀，你要青花椒。那你就用这个吧。青花椒。你们红队的2位姐姐啊，为了求胜，竟然做我们蓝队的第1道料理哎，葱呢？我们是宫保盐酥鸡耶，可是那是我们的哪里的拿素的菜呀？对啊，你们有花椒吗？我跟你说，所以刚刚应该给你们抽到才对的。对呀， 2关直接一样，来得及吗？莫看起来做法莫买强壮，我
我们刚刚那边的贡博嘿七师傅挑出来一个脚，但他们这边厉害嘿，几个西川总国都在脚，还有量杯，量杯，量的汤匙，这个可以，量的汤匙，哎，可以了。这个，哎，你们现在毛起来对他好啊。对，因为他们家有2斤的和牛，和牛会寄去你家，是不是说寄一只和牛过去啊？胡椒粉，胡椒粉，赶快，给人家。谢谢，不能这样子，是不是也想要和牛？这样子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，待会儿感动来受，又要哭了。该抢发财。好嘞，通通球吼，嘿，我溜起来了。好，先帮你皮料一下，我勾一款蓝水。好，那我这个们家溜起来。好，来，哇，马斯巴，蛮彩哦。你的马萨巴懂底耶。也肚哦，冇怪，好，应该暗挂美就先浸过水啊，还是做嘛？浸過水，浸了要10幾晝，我了下來愛煮，所以我愛攏去通過哦，該下講前面是這講愛燒，燒所，以是用什麼樣的煮法呢？紅燒嗎？還是？類似有點紅燒，可是我醬油放不多。我前這集有一個隱憂，大概。淑月姐目前都是像消音的狀態。對啊，哎，錯咧。對，你本身是你要講下，所以佢唔敢講。不很熟的时候，我会收斂我自己。慢熟啦，慢熟。那我換一個你熟的來，來你過去，我過去就變焦了。因為太熟，我聽得懂。啊，該有剩見的啊。哎，還醬通燒。啊，那我們這個青椒、甜椒可以先切了，有啦，很講。批線落去哈。嗯，嘿，哎我聊天，，你見過我出油嗎？我嘛袂啦，佢兩片我唔會煎兩片。杜威 T 房它有嗎？聊片，看這邊就，兩片，聊片哈。它有，哦，有氣。不要。來，淑月姐，沒想過第一關就直接拿2分哈。一定要吃重。哦，哎，你們2位都獅子座哦。聊片比較挑夫的哦，比較挑夫的。但是我覺得就算咩客家人哦，有客家心都放樣大家來報名參加。就是有心人啊。對對對，歡迎有心人都來報名一家之主。哎，我想追。怎麼了？可以啊，你想要翻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我們導播準備好了。對啊，怎麼了？啊，對，我不行，沒有，怕翻到外面來。你怎麼不讓他試試看？還沒好，還不夠熟。要見有戲。交給專業啦，交給專業。對。因為沒有很高溫呐。哦，好啦，好，概率顯夠厲害哈。好。還是會想全力以赴的啦。就是你是獅子座了。咩啦？經驗是唔敢係就講不一樣啦。你們可能要火大火海。我們剛剛那邊說希望拿4分，我們拿5分呐。哎，糖公就要跟煮嘅雞丁啊，它其實沒用泡，它是油泡，是不是？要看部位啦，要看部位。你現在調的是那個宮保醬哎，對，宮保醬，醬油嘛哈，還有加什麼？糖哈。姐姐，你之前在重慶有上過電視台嗎？沒有，跟你說第一次人生體驗，第一次，跟結婚一樣。體驗，這個是什麼？番茄醬、豆漿。等下去泡好時咧，自己來搞解醬就得咧。哦，好，我豆腐好敲腳啊。調卡練脆椒啊！可以啦，就等食飯啦。這個不能這樣，你要幫忙哎。而且你還比水的，咩都不看。對啊，而且要把那個胡椒粉啦，你去看。你確定？你看一下那邊。那邊。紅豆。那個蓋子不是這樣用的啦。還差一點那個生粉啦。好，太白粉。好，等一下馬上來哈，先等我一下。你可以先炸沒關係哈，可以先炸。這個用油泡還是用炸比較好？你講你記得煮飯的時間哈，冇超級啊。像我們一般家庭式哈，就不喜歡油太多，大部分都喜歡用煎攪開哦，煎的懵啊，煎的哈。趕快攪開。妹妹兩耳用幾多？妹妹，你有可能好，你有可能，你要看他一下。會不會有點太多？太多了，太多。沒關係，待會兒倒的時候不要倒那麼多斟酌哈。是家庭用，不要那麼多油，因為你要在處理油的時候，對，處理油的時候就比較麻煩了。好，我們先過去了哈。好，要開火，要重新。這一步驟很重要哦。對哦。總得服服哦。最高240。
家下讲暗瓜减下机会痛喊，所以先浸过水。我应该还去吃下头油。嘿，唔会，按运动唔会按喊嘞。哦，你也是第一次上电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那个报名资讯，你就这样说哦，我就要来参加比赛，还是会想全力以赴嘞啦，还是唔会想去退缩。海卡赌地，因为你刚才讲因为那洗份，嘿，那这样子习惯就是你是狮子座了。咩啦？是应该是应该唔系就讲那是不一样啦。蛮生气的，提本恐龙样，不一样就是火大。等一下寸下来扑掉，还没就笑该把沙把去好嘞。嘿，那你啊头发会扑大啊？我向下笑。嘿，我系负担，我讲会落去会烂踢，你唔系会小力了会难踢，两嘛会烂对踢，嘿，所以两种并强下，哈那会他们烂踢。难踢，反正全部来烂退就好呀。你要变成狮子座。对，就是很怕。说对了。好，来，我们要过去了吗。味道也都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差不多了。好，这个是干炒还是有会水加油？佛哦，要加一点点油会。水佛哦。炒之前先加一点那个水泡一下，拿下去炒。我要加那个好的，豆瓣酱，豆瓣儿豆瓣儿，好的。对，豆瓣儿啊，火要不要大一点呢？火大一点的好啊，哇，大一点啊。太多，待会儿太辣了受不了。受不了，真的，这个是很辣嘞，你不信你尝尝看，我尝就好。太辣了，你也受不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那个是最后了，最后很辣吧？辣哦，他觉得还好。很辣吧？对，花椒粒为什么没有那个呢？嗯，花椒粒先烧油，然后倒进去。花椒粒就是在炒的时候，炒这个辣椒前就已经炼花椒油。对。哦，小心干辣椒会变苦哦，炒太久。所以还要加什么吗？加那个酱汁儿，酱汁儿。花椒粒要不要加？不用了。哦，对哦，这是某一种程度是代表国家出来比赛的概念。国家代表队。国家代表队哦。到哦，所以快好了呢哈。好，阿姐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刚刚那边说希望拿4分，你有什么感受？不可能。哎呀，4分那就恭喜他们啦。什么？没有，恭喜他们5分呐。你们5分等一下，你没有看我们节目吗？5分可能要再来一场才办法5分。好啊，好哦，对，好啊。你没有问他，都是他在煮。问我这个队长啊，对，都是他在煮，门儿都没有，门儿都没有，门儿都没有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花椒油啊！哎呀，要打在你好嘞，打在走，到你喽！冲！天草马上的都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要知识可能最杯米罐，南部卡米西卡站的喽。最杯米罐睇起架都晒啲股，用愛來做料理，來試試看呐。風吹嘅宮保雞丁，而且係正統嘅西川米哦，來試試看呐。紅隊的料理。哦，必須係對辣，我買眼球，我愛食個肉，好香哦，它的雞肉非常嫩。真的，加種辣辣後會唇齒留香以外，它會讓人嘅身麻，有一些麻麻嘅唔過呢，唔會辣到不能講，所以講有種會抽火，完全不會，非常香。因為辣椒、花椒都從四川帶回來的。食起來，殺媽為媽媽，我辣度真的也是辣到叫媽媽。辣度會爸爸。因為四川的辣基本上是凍辣，所以我其他基唔會辣，但是辣要辣的好吃，我覺得這是紅隊的重點。一辣地板上用嗎？真的有點辣。好，我真的忍不及了，想我家家都選冷水的一片，來。記得蛋腸用炒啊，用其他方式來煮兩頭菜的話，跟暗瓜的料理哦，冇法度入味。但是記得係用燒誒，是用燒的，所以暗瓜真緊又落去。珍花姐跟你吃的嘞，哈嘎好吃，有個客家米絲。那把沙巴嘅先鋪會咪凍蟲油啊，因為係杜時這個油分下多，所以我覺得吃起來是很滑順的。5季以來體驗擺豆台味又黏，讓到師傅們家家來看師傅評分。起司夫，呛不服輸 ，yes。林師傅強不服輸，耶！太開心了！
徐师傅，嘿，良心找回来了吼。人对自己讲动打松的点是来讲吼，从爱对这个健该虱目鱼的 CJU 哦，有一个小撇步是来讲吼，你有健的 CJU 啊，录一点3，你有落去健的时间还会恰恰，再下去煨它是正常的用因啦。跟红队今天讲跟重庆的辣，给辣味的来源是比较多元化，有加蚕豆。的味道做综合吃落去，我回甘出来，给辣又香气的。好，来看看一下林讯息是否该公平。哦，我要问下凤腿呢吼，伊个香味那种有种出来，伊个豆瓣酱就炒锅了后呢，那个酱汁就可以扒上去，一个 Q 感啊，一个香味啊，还有个口感上面呢来的会比较好一些哈，真的蛮好吃的。啊，南腿两片它大众地方嘿，你做得用2种的烹调方式，第一种呢就会用烧嘅方式，挑夫老俩锅子用它烧之后呢，那个酱汁吸到底度呢，才会老那个味道会较重，会较好食，感谢。陈木师傅嘅贡品，唔过呢都发现到西比产水炸，佢哋都十分的用心，每动看重一摆嘅比赛，成绩已经出来嘅，那你来颁奖喽！耶！好，恭喜太七家，今天的比赛呢，十分精彩，十分好看的。你看哦，等于那个变成逆转，得到双赢哎呀，很不容易哦。2次都会得到2分，现在恭喜凤翠得到1000元的加彩金，恭喜！真经太厉害咧，逆转胜。我蓝水的一片咪非常强哦，得到係2500塊嘅加彩金，強強係大漂亮。恭喜！先来问问看天志姐好了，这一次参加整个心得是如何，心情怎么转变的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？认识更多的朋友，也学到更多的东西。下次还会想再来吗？还会，真的哈、哦！整发季了拜了参加，先跟俾老太家分享一下好冇？當時做菜啊，台上3分鐘，台下愛10年講啊。整发季后尾正經喺同有識路人看得出，乜解好菜，用我做其實佢咩懂了解哦。最厲害的是選對好搭檔。對，而且佢這樣才搭配都好啊。黑公你不會講客家話沒關係，你也可以找這樣子搭配用下來哦。吼，謝謝你們啊，子姐。謝謝。恭喜！其實咱水今日吼表現都非常的好，尤其體育館哦，但讓大家覺得很驚豔。貴婷啊，這先來老大家講下今日參加感想。我當番時要來參加咁嘅節目，我唔識體白，平常最不卡是這個最不卡煮家常菜，佢係挑一擺來參加比賽，準備嘛冇按充分啦，講實在，所以我謝謝大家，謝謝師傅給我提點。做菜不分輸贏，尤其阿姐去做了20啷樣，不能動這個小朋友走在學到動就學咯，我覺得這是在造福。真的很棒，杜月姐，我很讚嘆那一道那個師傅那一道那個海陸塔，對，而且它城市很漂亮，60幾年，我今天是第一次吃牛肉，哇，綜合起來真的美味。我們2個真的要檢討，因為不管是淑月姐、李愛天志姐形容的都比我們形容的好。因為我覺得真的食物的會感動人心啦。以前跟阿勇講啦，就是一家自主哦，曾經帶來半所有來賓啊，台灣客家鄉親嘛，非常都係提出擺。無論係食到好食嘅，也係上甜食嘅一種經驗，非常嘅珍貴，非常限得嘅。你咪會持續用做下衣哦。故說呢，各位觀眾朋友啊，喺個你看到都天使條件，沒想過啊。端正係真的呀，假的按好教，唔是講嗎？我老公講係真嘅，不用害怕，對不對？對，真心話，歡迎大家一起來挑戰。向下來報名參加比賽，你一陣係重點啦。而家自助帶你向下來到鬧熱咯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